来看新北市中和警方抓诈骗集团竟然去抓到家己人。这个27岁，伫今年6月离职的警察，伊亲像是跋筊欠真侪钱所以做诈骗的车手。目前嘛，调查讲，伊在做警察的时阵，敢有甲诈骗集团斗空。开门哦！警察全副武装，被闸门入去抓人，甲门暂开了，逮捕到诈骗车手。验讲，这个人愈看愈面熟，意外发现竟然是以前的同事。协助排除记者的问题，得到好人好事表扬。一个姓王的查甫人，捌伫咧中和分局中原派出所做警察。伊伫小学的同学牵线了，立即改做诈骗集团的车手。被害人报案称于6月19日遭面交车手诈欺取款，本分局随即展开调查，发现是6月5日离职的翁姓前员警涉案。警方调查发现，24岁姓王的前警察，伊伫咧做警察的时阵，跋筊欠钱，无心工作，伫勤务开始出现无正常的情形，而且开始甲同事借钱。今年5月的时阵，互警方找起谈，迄天就决定要辞职。后续如有发现翁贤在任职期间确有犯案的事实，将予以翁贤一次记2大过免职处分，并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考监责任。这回骗遭受害者70万，依照诈欺、伪造文书等罪嫌以上了，被羁押禁见。验过警方发现，伊约人交钱，毋那是第一遍，而且也会继续追查伊伫咧做警察的期间，是毋是有涉及到不法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